講解一下點樣設定呢個機啊？依家我哋俾你揀第4個模式，長按3整秒，個第4模式，呢度顯示4，咁咪就可以設定啦。比如要連續攪拌啦，譬如300秒攪。呢個300係嘛？係。確定先撳一下，再嚟撳多一下。係。長按3到5秒，就嗰度唔閃就得啦。嗱，再按多一次，就設定好啦。咁佢第2個屬性夠30秒，又撳確定咁樣，撳2次喎。跟住就間歇，又30秒咯，20咯，要確定啊，撳2次嘅。相見啊，全部3個數加埋就係總數，350秒。係350秒。得，OK。